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8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7篇，撒母耳下卷19章第1节到18节，约翰福音第6章35节到4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永远无拒绝。达比王虽然毋是一个真完美的人，伊也会犯错，但是伊有一个真特别的特质，通讲是有上帝的特质啦吼。这个特质就是饶恕。伊对遐对伊无好的人，伊特别用这个咱来讲人格的特质来去面对因。咱进前后摕到有机会趁这个对杀伊的扫罗王咧困的时阵，来杀死这个对敌。但是伊却用上帝的思考，无伫迄个当时就来下毒手。伫撒母耳上卷24章第5节到第7节，经文安尼记载：后来大卫内心家己责备，因为伊挂扫罗的衫具，对伊的人讲：愿耶和华禁止我，对我的主耶和华所抹油的行这个事，起手来攻击伊，因为伊是耶和华所抹油的。大卫用这个话来阻止对伊的人毋准起来攻击扫罗，扫罗起来对洞来出去行伊的路。所以伫咱看到即段的经文，伊佫感觉讲吼，伊安尼挂即个扫罗的衫具吼，伊会感觉讲足自责的安尼吼。即种的人格的特质，是咱咧讲伫王权的时代，会通讲真少。不但安尼，扫罗伊佫好款待这大卫啦吼，伊又佫好款待扫罗王的孙仔，并且甲伊当作家己厝里的人。伊也捌为着谣传伊遮的正囝死亡来哀哭，也因为一个捌侮辱家己的小妹，去互押沙龙杀死的囝来哀哭。伊也为着流亡的押沙龙来艰苦心，并且伊佫愿意来原谅伊所做的毋对的代志。不但安尼，伊佫非常的信任，当押沙龙甲伊讲伊要去希伯伦迄个所在，是为着要来敬拜上帝，去行所下的愿。咱知影押沙龙违抗伊，要夺取王位，并且对大卫王伊的老爸来追杀到底。这押沙龙甲伊的军队伫咧战争的时阵，大卫伊佫交代军队爱好款待这个逆子押沙龙。当押沙龙伫这个战场战死的时阵，大卫却是为着伊来抵抗。这种的特质，好若亲像上帝对迄群以色列人，一日敢毋违背上帝，离开上帝，但是上帝是一再赦免原谅因的过错。上帝一摆搁一摆差派先知来苦劝提醒以色列人爱活倒转。到伫后来无法度，伊就最后就差遣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，成做世间人的救赎。亲像大卫爱上帝的奴仆，爱伊所有的囝共一样。即种天父一般的疼，
好若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所讲的，上帝疼世间人。英语伫 King James 的翻译更较深入，伊讲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， 所以上帝疼是遮尔大、遮尔深。上帝疼世间人是遮尔大、遮尔深，代表伊嘛是咧学习上帝的疼，透过耶稣基督，也是讲耶稣基督就是代表天父极大极深的疼。透过耶稣基督所想出来，有一首福音诗歌的歌词，安尼写讲：耶稣的疼真正是奇妙，遮尔悬我袂当悬过伊，遮尔深我袂当深过伊，遮尔大我也袂通大过伊，奇妙的疼。亲像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第6章也讲着，伊讲。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个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。若是我捌甲恁讲，恁已经看见我，也犹原毋信。见若爸所予我的，我拢要就近我啦吼。就近我的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因为我对天降落，毋是要行家己的意思，是要行找我来的旨意。当找我来的旨意，就是既然伊所予我的无失落一个，是伫末日要互伊搁活。因为我的爸旨意就是，既然看见囝来信伊的，拢有永活。我也要伫末日互伊搁活这个就真清楚。耶稣伊讲的，既然上帝所交伫伊手中的，伊决断无拍家漏一个无去杀因。这是代表的心态，甲伊的人格特质。上帝所赏赐互伊的，伊无一个无疼因。伊毋是凭着家己的情绪。家己的欢喜也无，家己的心意来做代志。耶稣基督讲得真清楚，因为我是对天落来，毋是要凭我家己的意思来行，是要实践找我来迄位的旨意。找我来迄位的旨意，就是要将伊所赏赐我的人，连一个也袂去加纳，是要伫末日互因搁活。遵守天父的旨意，这是耶稣的典范。天父上帝的旨意是要拯救世间人，这是伊所有定赏赐予世间的救恩。到底这个有定的救恩是要予什么人？有的人讲上帝已经有定什么人通得救，敢是真的吗？耶稣基督讲，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伊无讲什么人，用迄种顶悬咧讲的有定论讲法的人，已经无符合耶稣基督的应允。而且圣经嘛甲咱讲，要叫一切相信伊的人得到永生。圣经佫甲咱讲，上帝无愿一个人沉沦。愿人拢得救，这个是符合耶稣基督的应允。既然属伫上帝所赏赐予伊的，伊永远无拒绝，决断无去杀因。这是咱今日所得到的福分。